健康姜絲高麗菜絲高麗菜新鮮生薑白醋麻油芝麻油或植物油鹽黑胡椒碎糖。高麗菜洗淨後切成細絲，用鹽落微醃約10分鐘，去除多餘水分，再用清水沖洗淨，攤開甩乾水分，生薑去核，切成細絲或用刨絲去刨成碎絲。在一個大碗中，將高麗菜絲和生薑絲加入，倒入白醋麻油，加入鹽、小許糖同埋黑胡椒碎拌香，調味完成後，讓它停置約5分鐘，讓味道融合。請點讚關注。